新冠疫情过了后，这护理人员敢若是因为伤过疲劳，所以死头路的人是愈来愈多。各大病院嘛，因为骹手无够，所以开始来关病床。有真侪来急诊的病人，即马等病床的时间拢已经变长啊。卫福部就表示，今年护理师死头路的比例的确是有较悬，希望讲会当等9月护理人员招考放榜了后，这个情形会当好好改善。在新冠疫情过了后，一寡护理人员敢若是因为伤过操劳，自今年初开始，传讲有真侪护理人员要离职。各大病院也因为护理人员无够，逼迫关病床。这边关病床以北部的病院上严重，护理界担心，急重症的病人伫咧急诊室等病床的时间会变长，那影响病人的安全，也增加医疗不利的风险。护理人员要照顾病人的时间就是拉得越来越长，拉得越来越长的时候，病人对于护理人员的这个不满，其实呢，心情、情绪的一个不舒服一定会更高。护理师减工的问题，恐惊会愈来愈严重。伫即马有护理界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，讲护理师即马一工食饭的时间是10.5分钟，上便所的时间则6分钟。希望政府比较医界5大街空编列特别预算，直接用伫咧护理师的补贴，公开3班的护病比顶资讯，伫4天内就超过5000人获益。比照日本的做法，就是给予在第一线的护理师所谓的这个奖励的津贴。今年的护理人员的考试，那应该快要放榜，那应该是到9月的时候放榜，那就会有新的人力会进来。对此，卫福部长谢世元强调，护理人员的波动每年拢有季节性的因素，今年确实是较严重，主要是病院恢复评鉴。病院的评鉴对护理能力有一定的要求，会予各病院重新做盘点。因果伫今年9月，护理人员招考会放榜，真紧就有新的能力会报入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